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帮助业者上新的调查。讲民众买厝上要紧的设施的第一名，就是看附近是毋是有超商；第二名是附近是毋是有捷运。另外，台湾的地王出炉了，台北101.8连霸，摕下第一名。 便利商店、公车站牌都是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最想要考虑的友善设施之一。更有调查指出，民众最想要家里附近有的，第一名就是超商，第二名是捷运，而第三名就是它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拢伫厝内家己煮，互大卖场边的厝卖了真好。台北市交易量第一名伫大东区，新北市交易量第一名伫淡水区。不过，其实背后的关键也是伫方便性。 其实敢在这个地方开设中小型的量贩店，它一定程度上面都已经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一个机能的一个保证，所以很多的民众他会跟着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来去做购物的决策。因为量贩店不是要买什么都有吗？家里就不用囤积很多东西，然后你也不用买很大的房子啊。不管是买厝，也是商业大楼，拢爱看方便性。根据2021年公告土地介绍，台北101阁是全台湾冠军，每平607万，起2.02%。6都当中，台南的新光三越中山店起上济，起3.85%。不过和过去相比，今年敢若起了较少。 在疫情的一个关系，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或许没那么大。实价登录之后，公告限制，它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会相对而言，就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实价登录的一个标准来去做调整。不管是要家己住的，也是要投资，建厝上重要的看起来也是地点。